浪灣好靚，但係超級多垃圾啊！洗滌心靈啊！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啊，其實我嚟大浪灣係為咗放褲嘅，自己一個玩水太開心啦！我7點先起好個營咯。第一次煲窿飯，但係我食晒。臨瞓前點個蠟燭，當堂氣氛離晒。遠處一點一點，係咪以為係星光？其實佢哋係船隻嚟嘅。蜘蛛啊！正式同大家講句 Good morning class。每一次嚟大浪灣呢，我都會睇到日出嘅，上天庇佑。大家冇估錯，我早上唯一嘅節目就係自己一個同沙灘玩遊戲。祝大家都笑口常開。呢條片最癲嘅地方係，呢家係早上7點鐘，呢家係超爽咯！如果晏啲就會好熱啊！夏天嘅必需品，蚊香同天幕啊！一隻、兩隻、3隻。你以為得3隻？係無數隻啊！青春可否不要老？夏天露營真係好熱啊！36度，呢一陣風。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短影片呢，就畀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啦，多謝大家。